例如咧，我哋可以睇下中國好唔好彩，佢利用科技進行大規模監控，並壓制意見同埋資訊。西方冇大規模監控咧，冇笑，你哋係瘋狂監控住我哋。西方 Google 對我哋嘅監控，其實真實情況同中國共產黨一樣成功。好，可能仲更加成功。係我哋喺度掌控住大型科技公司，定係大型科技公司喺度掌控住我哋呢？自古以嚟，人類嘅處境一直都帶有一種悲劇色彩。呢種悲劇在於我哋同科技嘅關係，從塔羅斯到科學怪人，再到無形之手，所有呢啲機器都讓我哋內心充滿恐懼，擔心佢哋可能會接管一切，可能佢哋會徹底失敗，又或者我哋會成為受害者。呢個唔係一個新聞。新嘅地方在於，亦都係我今日想特別集中討論嘅一點。平時喺做住好有趣工作嘅人，就係好似阿 Tim 咁樣，其實都未必知道嘅係蘊含喺我哋背後嘅事。無論係喺矽谷、深圳，定係喺任何大型科技公司所在地，正如我所講，喺佢哋唔知情嘅情況下，佢哋已經發明咗一種新形式嘅資本。你睇啦。資本嘅出現比起資本主義早咗成千上萬年。從我哋創造第一個工具嗰刻開始咧，工具係一種被製造出嚟嘅生產物品。所以你做一個泥耙，唔係因為你想要佢，而係因為你想用佢嚟生產米。呢個就係資本。蒸汽機被製造出嚟咧，係為咗生產紡織品。第一次呢班人。我指住佢係因為佢哋嘅小組裏邊咧，佢哋創造咗一種變異形式嘅資本咧。因為存在呢啲電話同平板電腦入邊嚟咧，唔單止係被製造出嚟嘅生產資料，當佢幫手操作機械嘅時候咧，佢確實係生產資料。但係喺社交媒體，即係我哋日常講嘅大型科技入邊咧，佢產生咗一種極之巨大嘅力量，去改變我哋嘅，係人類歷史上嘅第一次。我哋嘅行為唔再只係受詩人、小說家、政治家或者牧師等等影響，而係直接被製造出嚟嘅工具，亦即係機器所改變。咁正好就係我特別關注嘅核心問題，佢已經徹底篡奪並且推翻咗我哋所熟悉嘅資本主義，用領地取代咗市場機制，仲進一步啟動咗呢個過程，正好係一個讓我哋面臨社會全面失敗以及經濟體系徹底瓦解嘅迫切危機，情況真係非常嚴峻。呢個唔係機器嘅錯，亦都唔係演算法嘅錯。講到底，係我哋咎由自取，我哋根本無力重組社會關係，唔識得如何跟身邊嘅人好好相處，甚至拿捏唔好權力嘅平衡。結果呢，我哋非但未能好好御駕呢啲機器，反而心甘情願咁為佢哋嘅祭品。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口咬定話大型科技公司偷走咗我哋嘅自主權，呢種想法根本就係錯。我哋不如先退一步睇下，我覺得或許會有更好嘅方式去思考呢樣嘢。我諗喺呢度提出兩個概念，就係權衡同埋責任。咁我哋先從第一個概念開始講起先。講到權衡呢，其實就係問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我哋到底想要乜嘢，同埋我哋願意付出咩代價呢？所以講到大型科技與自由相關嘅權衡，就係去做某事嘅自由同埋免受某事干擾嘅自由之間嘅取捨。咁無可否認啦，科技確實增強咗我哋去做好多嘢嘅自由。到咗今日，我哋可以無限量咁獲取嚟自世界各地嘅資訊同埋商品。咁所以科技真係令到世界資源咧，對我哋所有人嚟講都變得平民化。咁同埋而家進行中嘅人工智慧革命，有望提升我哋去做更多有創意同埋生產力嘅事情嘅能力。正好係科技嘅優點，佢俾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好厲害嘅事情。咁我哋免受科技干擾嘅能力正喺度萎縮，呢一點喺我哋對科技嘅依賴度裏邊睇得好清楚。我哋依賴好似電子郵件、地圖同埋支付系統呢啲咁嘅線上服務，所以好難想像我哋可以點樣完全脫離科技。所以我哋可以睇到科技本身其實係喺度處理住一種張力。一方面賦予我哋能力去做咁多事，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科技嘅塑造同限制，而讓我哋嘅自主權受到束縛。
事實上，我哋甚至經常將自主權讓俾科技，係嘛？因為我哋想佢幫我哋做一部分嘅工作，我哋想委託佢處理，例如打擊詐騙同埋內容審查。咁所以我哋睇到親力親為同放手交託之間存在張力，呢點帶出咗關於責任嘅問題。我哋希望系統以負責任方式構建，因為我哋正將控制權交俾佢哋，呢個未必係壞事。我哋想去幫手做部分工作嘅，咁當然科技系統點樣先算負責任定義比較模糊，不如睇下例子，有啲做得唔好，有啲就喺度改善中。例如呢，我哋可以睇下中國好唔好彩，佢利用科技進行大規模監控並壓制意見同埋資訊。西方冇大規模監控咩？好笑，你哋係瘋狂監控住我哋。啱啱，我就係想講西方，唔好講笑啦，朋友。我想做到包容少少，體現自我意識。喺西方 ，Google 對我哋嘅監控，其實真實情況同中國共產黨一樣成功。好，可能仲更加成功。唔好意思插句話，但我真係想講，好西方呢度其實肯定都有例子嘅。我係話你都知道近少少嘅有劍橋分析啊，係嘛？侵犯隱私，你知道收集個人數據嚟做定向廣告，甚至乎左右選舉。當然啦，科技同進步都有佢好呢一面嘅。例如我哋有 GDPR 作為一個監管協議，去規定我哋應該咁樣去用個人數據。所以好吧，由於時間關係咧，我最想講嘅係科技根本就係雙刃劍，天下間邊有免費午餐。正如我啱啱提到，科技用嘅正途就功德無量，落咗壞人手入面就後果不堪設想啦。咁所以我哋要思考點樣負責任咁使用科技，因為取決於落入邊個嘅手中可以用得好，亦都可以用得好差。咁就係我嘅立場。我係話有咗科技，我哋好似完全唔知道科技背後係乜嘢，都唔知我哋係點樣失去自主權同埋控制權。咁我哋而家處於咩情況？我哋仲有冇揀嘅自由呢？為咗避免講得太抽象，等我舉個例子。大約7個月前呢，美國嗰邊呢推出咗一個全新嘅應用程式。你可以把佢想象成係護士版嘅 Uber 咁樣。喺現時嘅醫院體系裏邊呢，護理工作嘅價值呢往往被低估。你知道地位喺不斷下降，而且工作變得越嚟越零散化。而家有咗呢個新 app 之後呢，護士就可以好靈活咁喺唔同嘅日子、時段同埋星期去接唔同嘅班次。最特別嘅係呢個 app 仲會將特定護士嘅個人數據同佢哋嘅信貸記錄，甚至係信用卡債務狀況咧，全部結合埋一齊嚟進行分析。咁樣佢哋就完全知道邊位護士，無論係男護士定係女護士，喺邊日最急需現金周轉，然後就刻意降低嗰一日俾佢哋嘅時薪，就係嗰一日真係好過分。所以你知道，然後當然仲有 Palantir 啊。微軟啊、Google 啊，同埋亞馬遜，佢哋而家正運作住以色列嘅戰爭機器，對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土地上嘅每一個巴勒斯坦人，甚至係每一個以色列人進行全面監控，而且，所以喺呢個背景底下呢，我覺得你嘅問題係多餘嘅。當然啦，其實我哋根本就冇得選擇啦。到底可以使用邊種科技？因為目前只有極少數嘅大型科技公司喺度決定，而呢啲決定往往都係違背咗公司員工嘅意願。所以呢，我又要再提一下 Google， 因為 Google 喺好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咗呢件事，而且影響力仲好深遠。你知道，記得佢哋嗰個座右銘不作惡。我覺得大部分 Google 員工，我見過唔少。正如我一開始同Timur講咁樣咧，我有幸可以同佢哋交流，仲喺佢哋最初嘅園區講過話，佢哋係一群對開發新服務充滿熱情嘅人。你知道，就係將工具大眾化等等，以後你亦都睇到 Google 變成點。最終佢哋接觸咗國防採購，仲同以色列國防軍勾結。
佢哋買咗 WIS 呢套嘅系統，隨後佢哋仲同 Elbit 緊密合作，將美墨邊境監控移民嘅手段全面武器化。我哋政治同埋社會領域現有嘅深層弊端咧，正被呢啲大公司裏邊咧嗰啲已經脫離咗開發者同埋設計者控制嘅機器，利用其強大嘅力量咧，將之進一步武器化咧，造成更深遠嘅影響。好啦，但係講認真，我意思就係、你睇 Google 係間好大嘅機構啦，話全球有大約20萬名嘅員工啊，咁所以簡直就好似一個國家咁啦，係嘛？考慮到呢一點，既然係咁大嘅機構裏邊，一定會有你知道唔同嘅部分之類，所以我只能夠根據個人經驗嚟講，但係肯定嘅係。你知道佢哋其中一個座右銘係尊重使用者，對吧？所以我嘅意思係，我唔想太過強調個人經驗，但係你知道我哋一直有接受培訓，關於點樣你知道，除非有實際需要，否則絕對唔可以存取使用者數據等等。所以我真係真係好深切感受到負責任使用數據嘅呢種精神之類。但係等我翻去講翻呢啲可能比較全球性嘅議題啦。咁作為一個員工咧，我確實覺得起碼喺日常工作裏邊咧，我唔係幫煙草公司或者類似嘅公司打工啦。但係如果我哋講翻大科技公司喺呢個社會嘅角色同埋科技發展嗰種驚人速度呢個大問題咧，我嘅意思係話，不如俾我哋退一步，由宏觀嘅角度去睇清楚成件事。你知道我想講嘅係喺某種意義上面，我哋對好多嘢其實都冇咩控制權嘅。我哋對食物點樣做出嚟、衫點樣做出嚟都冇咩控制權啦。咁所以我覺得或許最好先定個基準，到底乜嘢先至叫有控制權？咁或者呢個係我想講嘅一點。世界好大，我哋對任何事情其實都真係冇乜嘢控制權。所以你知，或者科技喺呢方面都唔例外。另一樣我想講嘅係，就係起碼喺資本主義社會係有一種父權嘅形式，使到你知道呢啲咁嘅科技發展得好快，亦即係話競爭對手咧，隨時都會出現啊！所以公司要讓佢哋嘅應用程式對大眾有用，因為一係就大家唔用，一係就有新嘅競爭對手。咁所以我想講嘅，你知道撇除資本主義帶嚟嘅所有負面後果，你確實需要讓你嘅服務對人有用，同埋一種公眾問責制，同埋當出現到數據洩漏、推薦演算法出錯，或者大型嘅語言模型咧產生咗唔好嘅內容咧，係有一種糾正機制嘅。呢度唔似極權社會，起碼喺我哋呢度，無論事情變得幾壞，都唔會一直係咁樣噶啦。公司係會對負面新聞作出反應嘅，所以我認為係有一種糾正機制。添你講過，你知道真正製作演算法嘅人，佢哋從來都唔係心懷惡意。我嘅意思係，或許確實有一啲心懷不軌之人設計演算法，但係我並唔認為有咁嘅人。即便有，佢哋亦都只係少數。不過呢，我想舉一個關於雙重用途演算法。咁 Google 同其他公司研發出嚟嘅一啲演算法呢，係人類精神同成就嘅縮影啦，甚至係巔峰。事實上，我哋有人工智慧程式可以設計抗生素，殺死嗰啲本來會喺醫院要人命嘅細菌。呢個真係好正，你知值得恭喜，做得好。但我哋要記住，唔好忘記，同樣嘅演算法已經被我唔會評論你嘅僱主俾亞馬遜採用，為咗利用喺亞馬遜倉庫收集到嘅任何數據，因為你知道喺亞馬遜倉庫工人們喺倉庫裏邊工作嘅時候，手腕上面都帶住呢啲嘢。喺倉庫裏邊呢，機器會指揮工人咧搬運包裹，話俾佢哋聽去邊度，監控住工作進度。但係呢套系統仲唔止咁簡單，佢甚至會監控工人同邊個傾偈，點樣傾偈，仲會精確計算唔同工人之間嘅距離，確保一切都喺監控之中。所有呢啲數據使用住跟設計殺菌抗生素一樣嘅人工智慧演算法，同一個人工智慧程式會預測，佢係一個數學統計模型，用嚟預測 Kathy 或者 Bruce 組織工會嘅機率喺其中一個特定嘅倉庫裏邊咧。當嗰個預測機率超過某個門檻，一係佢哋會被解僱，一係嗰個特定嘅倉庫就會被關閉。咁所以
唔係 AI 嘅錯，係我哋嘅錯，係用技術嚟賦權定係廢權。呢件事其實係取決於我哋現行嘅勞工法例，亦都取決於組織工會嘅可行程度，或者呢啲權利已經俾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其他企業好似黑手黨咁嘅行為咧，變得極度有效率咁被削弱咗。我哋係咪真係明白，如果你係呢啲技術嘅唯一擁有者，佢哋會賦予你極大嘅權力。如果你係真心關心民主嘅話，你係唔可能相信嗰啲發明呢啲技術嘅人係有權對佢哋擁有獨佔嘅財產權。正如我喺 Google 嗰場演講裏邊講過咧，我同佢哋講，恭喜你哋創造咗人權，因為你知道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嘅權利喺人工智慧出現之前，而家已經幾乎變成咗一種人權。咁問題係，如果你發明咗人權，你就唔再有權擁有佢，佢需要被社會化，所以要將大型科技公司社會化。我覺得科技並未得到應有嘅肯定。我想問下，有幾多人真係想放棄 Google 搜尋同埋 Amazon？ 佢哋係咪真係想返到以前？我只係好奇。我有咁建議過咩？我係建議你將你嘅公司社會化，咁樣先可以更有效率地去使用佢。我係話，如果疫情期間冇 Amazon 同埋 Zoom， 我哋會點樣？我再講清楚一次咧，我哋係真心想要你哋嘅技術，我哋絕對唔想睇到極少數人壟斷產權，仲要利用佢嚟損害人類嘅整體利益。好，咁我都唔反對呢一點，咁所以呢個可能涉及數位權利嘅問題，所以我認為嗰啲絕對係合理嘅。我係話佢哋確實係隱私權同其他權利嘅延伸，而且我唔認為你知道，至少喺西方係咁樣。